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為更加了解及全面照顧會員嘅健康情況，最新推出綜合護士診所服務，因應新服務需要，本中心嘅課程作出相應改變。今次影片會同大家詳細講解課程報名方法。活動報名資格：社區資源及健康資源活動，黃色係所有會員都可以參加；綠色頁面，護士專屬診所活動參加資格，會員有4個類別。參加資格會員類別：第一，首年會員；第二，經綜合護士診所評估之會員，綜合護士診所為付費項目；三，於2025年9月30日或之前已完成第2次或以上健康風險評估；四，由2025年9月30日或之前由其他地區康健中心或站轉會及已完成第2次或以上健康風險評估。粉紅色，疾病管理類別活動參加資格。參加資格會員類別：經註冊護士確認為慢性疾病合資格人士。高、中、低體能活動參加資格，參加者需符合體能活動資格才可參加。由本中心註冊護士為會員確認及告知其體能活動資格。如參加者被評定為體能活動高，則可報名參加高、中、低的體能活動；如參加者被評定為體能活動中，則可報名參加中、低的體能活動；如參加者被評定為體能活動低，只可參加報名低的體能活動。活動報名方法：請以1人1表方式填寫，並確保填寫之資料準確無誤。如填寫資料不全或有誤，申請將不獲受理，算不另行通知。會員可親身到訪主中心或附屬中心，以紙本方式、透過中心手機應用程式或中心網頁之方式進行報名。如大家對報名資格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與本中心職員聯絡。